嗨，大家好，我是岳云老师，欢迎来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今天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向慧玲小姐好听的歌曲《月娘的目屎》这首歌大家来看一下，词曲拢是石国人先生写的哈。来，我们看一下左上角。这首歌呢是 C 大调，E 等于 C 嘛东西呢这首歌一个小节只有3拍，所以一是华尔兹的节奏，对吧？蹦恰恰，蹦恰恰，情的心，第一拍才要用力，那个才要可以强一点点加点，比如说加中喜在第3拍，对吧？蹦恰。加后面2个拍，第一拍重，后面2拍都要轻，对不对？中西所以这个要轻我们要把这个华尔兹的节奏呢掌握好。来看一下，伊速度呢是77，咱心跳呢脉搏呢医生讲是72啦比较紧一丝丝啦安尼尔来，首先介绍上头前这个节奏，这个符号呢叫做反复记好的起点，起点，我们说过，那也会有终点，对不对？终点在哪里？在这里。所以按头唱个尾呢，中间这里会有节奏，间奏，然后又反复又反复。好，先给大家提示一下。好，来，咱看第1小节。嗦啦哆瑞咪，咪这音是心闭口，对不对？来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加思念嘛爱闭口真心有个闭口来，你敢会知敢这个闭口思念又闭口你敢会知又闭口来，女人的心来这上深的爱是等待深，大家读看麦深过一摆深闭口，对不对？那就对了这就是这首歌这个闭口的字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咱哪唱，这个来哪说明啦来，嗦啦哆瑞咪儿，再一次，嗦啦哆瑞咪儿这有2拍情人的心要记得要闭口情人的心，停半拍哆瑞哆瑞哆啦哆哆嗦2 3，哆瑞哆，这个半拍要休息哆瑞哆瑞哆啦哆哆嗦2 3，来，有同学问我，老师这个4为什么比较长这么多的？你看这个4。无一顺，对不对表示伊是1拍，边呢佫落一个芝麻，芝麻什么意思唔知无要紧，我跟你讲，芝麻叫做附点，附点呢也长度是偌长呢？它是多长呢？它是前面这一个音符的这个音符的1半。好，哆是1拍，对不对？所以附点是半拍，所以这个1跟点点加起来是1半拍。哆瑞哆哆瑞哆哆瑞哆，它1拍半，那它只有半拍所以从这边来，哆瑞这个中这个2个字只有半拍哆瑞哆瑞哆啦哆哆嗦这个哆很短，哆是什么音就是岳云老师常常说的触电音。干嘛说触电音就是说它很短的意思啦因为它很短，难道你触电之后手会不赶快收回来吗？除非是收不回来，对不对？不然你会让它一直电你吗？不会所以这个很短哆瑞哆哆瑞哆嗦哆嗦哆嗦很短哆瑞哆瑞哆啦哆哆嗦很短。中有2个音，中西苍井海苍井海这个很短中西苍井海拉嗦拉哆瑞咪拉嗦咪瑞哆瑞停
啦嗦啦哆瑞咪啦嗦咪瑞哆瑞耳听，随着满天思念，要闭口飘向天涯。停 t a n 有3个音哦，滑过去转过去啊，那这涯天涯海角，哎，这个咱用读字的，我们读这个字的时候，它就有涯2个音，所以我们唱也是要唱涯。这个飘飘啊，是不是2个音？是，所以我们这里加一个装饰音，飘向天涯，随着满天思念飘向天涯耳听，嗦嗦啦嗦瑞嗦咪，哎，这个小的音呢，我们叫它装饰音啊。我们唱谱的时候可以不用唱嗦嗦啦嗦瑞咪耳，嗦嗦啦嗦瑞咪耳，但是等一下唱字的时候它是有的嘛，嗨。哎，我们唱字的时候就把这个收表现出来哈。来，无边的云海边嗦啦，无边的云海，哆咪咪瑞哆啦二三，哆咪咪瑞哆啦二三，是多情世界二。是多情世界二三，哆瑞哆啦嗦咪哆瑞，哆瑞哆啦嗦咪哆瑞，哎，这个半拍，这个一拍，哆瑞哆瑞咪咪瑞哆咪瑞。咪瑞只有半拍啊，这个哆是半拍，所以我们练习打拍子的时候呢，咪瑞哆咪瑞哆。咪瑞啊，打拍子打到桌上的时候，咪瑞就唱完了啊。然后手拿起来离开桌子的时候，唱这个哆哈，咪瑞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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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哦，速度是这么快啊。刚刚是我减慢速度来给大家练习的哈。来，从这里哆瑞哆啦嗦咪哆瑞，哆瑞咪咪瑞哆，真心的爱有啥人会了解？1、2、3，来，真心的爱有啥人会了解？1、2，嗦咪嗦嗦咪嗦咪啦嗦咪瑞哆，来，从这里，嗦咪嗦嗦咪嗦咪啦嗦咪瑞哆。来，歌词，那问你敢会知，雨水的由来敢会知？要闭啊，那问你敢会知，雨水有2个音哦，雨水的由来，哎，加了个装饰音来，你进来啊，是不是2个音？是，所以呢，真的唱歌只是说话的延续。你念字用说的时候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唱。雨水的由来来，所以要加个装饰音呢。那问你敢会知，雨水的由来，啦嗦啦哆啦嗦咪啦嗦，啦嗦啦哆啦嗦咪啦嗦。伊是月亮的目屎，拉手很短，对不对？拉这个赶快跟刚刚那个咪瑞哆一样，刚刚这个咪瑞哆一样，这个拉手就半拍，这个咪半拍，拉手咪拉手咪拉手咪啊，这个半拍，这个半拍，所以其实合起来只有1拍。拉手拉哆拉手咪拉手，伊是月亮的目屎。伊是月亮的目屎，哆哆哆啦哆瑞咪咪瑞哆，哆哆哆啦哆瑞咪咪瑞哆，只有真爱才知伊藏在，只有真爱才知伊藏在。
拉嗦咪瑞哆瑞咪瑞瑞。这个呢前面长，拉有4/4拍，嗦只有1/4拍。我叫它前长后短。这个音呢，这个音呢有跳房子的节奏，就是跳一下，拉嗦咪瑞拉。嗦咪瑞是不是啊？刚刚咱咧跳整啊，跳一下啊，切一个有无哈？来，拉嗦咪瑞哆瑞咪瑞瑞，拉嗦咪瑞哆瑞咪瑞瑞。来唱歌词，思念相亲的所在。这个前面这个瑞是嗦。后面这个才摘所以这个字放的不好，要往过来一点点。思念相亲的所在，所以这个嗦呢，这个转音呢有3个音，瑞咪瑞。思念相亲的所在。刚刚提到转音呢，有同学问我，老师下面叫做转音2个音像这个像这个的月娘的目屎音2个音，我们叫它滑音，从拉滑到嗦，从拉滑到嗦这个所在呢，瑞咪瑞所在嗦，是不是3个音？对，所以2个音以上3个音再上去，我们叫它转音。所以瑞咪瑞这个所在的所呢，就是一个转音思念相亲的所在，嗦咪嗦嗦咪嗦，跟上面一样。那问你敢会知？好，这里拉嗦咪瑞哆这个就跟这个不一样了拉嗦咪瑞哆。女人的心内，女人的心内，女人的心内，拉嗦拉哆，拉嗦咪拉嗦，拉嗦拉嗦拉哆，拉嗦咪拉嗦，拉嗦拉前面长，后面短来，总是痴情为什么？因为拉足地嘛，总是痴情落情海。来，俺家，那问你敢会知？女人的心内，总是痴情落情海。哆哆哆啦哆瑞咪瑞哆。只有真爱才知不应该，哆哆哆啦哆瑞咪瑞哆，只有真爱才知不应该，啦哆哆啦哆瑞咪瑞瑞，啦哆哆啦哆瑞咪瑞瑞，上深的爱是等待，上深的爱是等待，上深的爱是等待等，跟这个所在一样，有3个音这是一个转音上深的爱是等待，瑞哆瑞。瑞哆瑞咪瑞拉哆2、3、1、2停，瑞哆瑞哆瑞咪瑞拉哆2、3，像月暝等待分开的未来，像月暝等待分开的未来。停。好，这首歌呢叫做《月娘的目屎》，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岳云爱唱歌为您介绍的歌曲，欢迎到 YouTube 来订阅，并打开铃铛，同时给我们用力的分享给您的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开心的唱歌。唱歌会使人心情好，使人身体健康，唱歌是最佳的内脏按摩。欢迎大家